而家係4月3號下晝3點。尋晚特朗普公布咗全球對等關稅嘅結果，越南竟然成為全球第3高，仲高過中國大陸嘅關稅。國內企業係咪應該離開越南呢？越南會唔會因此陷入經濟衰退呢？不過好多人就忽略咗一點，其實越南一早已經準備好成套劇本去到對應㗎啦。建議大家耐心聽到最尾，或者你會揾到啲 tips 㗎。就喺尋晚美股收市之後啊，特朗普正式公布咗全球徵收對等關稅嘅數據啊。Vietnam, great negotiators, great people. They like me, I like them. The problem is they charge us 90%. We're going to charge them 46% tariff. 越南因為有90% 貿易逆差，就被直接徵收咗46% 嘅關稅。關稅位列全球第3高啊！嗱，消息一出嚟之後呢，好多朋友第一時間嚟揾我啦。越南呢幾年嘅高速增長係咪就此結束啊？甚至會唔會出現經濟衰退㗎？甚至拖冧埋樓市？嗱，首先啦，特朗普今次公布只係一個統一對每個國家嘅關稅標準表，真正生效係4月9號，即係話由現在開始去到4月9號仲有1個禮拜嘅窗口期可以談判嘅。知道特朗普風格嘅人啊，都知道呢條嘅慣常手段啦，先將啲嘢擺晒上台，表面就大家都要受㗎啦，但實際呢，就係脅迫你哋每個國家嘅政府同佢談判。開頭對加拿大仲兇狠啦，今次直情冇佢份添啊！特朗普政府其實講得好清楚嘅，就係解決貿易差，就係你賣幾多嘢俾我，你就要喺我度買翻幾多嘢。只要你願意合作，關稅可以降低，甚至乎免除都得嘅。如果你平時有關注下越南經濟新聞嘅話呢，其實喺4月2號，即係特朗普公布關稅前一日啊，越南政府已經公開講咗，今個禮拜週末4月6號至到8號啊，會由越南嘅副總理帶領多家大型企業出訪美國啊。帶晒特朗普最中意嘅手信過去添啊！第一，公開下調美國商品進口越南嘅關稅，包括咗天然氣、汽車、農產品啦。第二，俾特朗普外將旗下嘅衛星公司進入越南。第三，最重要梗係擴大進一步購買美國商品嘅規模啦，會簽署多份巨額協議啊。第四，越南航空同埋越捷航空將會採購超過200架波音飛機啊！嗱，大家可以睇到咧，以上嘅安排都係喺特朗普公布關稅之前就已經準備好同埋公開咗噶啦。咁即係話越南政府唔單止對今次關稅早有行動，而且係有充足準備添嘅。特朗普政府最想見到就係各國都主動伸出誠意啊，擴大對美國嘅進口，縮小咗美國嘅貿易逆差。而越南好明顯就喺目前表現得最積極。至於越南今次政商界咁快速咁有針對性嘅反應啊，到底係臨急抱佛腳，定係一早預備好嘅一場大龍鳳外交戲？會唔會就係特朗普想叫越南做班長啊，等其他國家跟住佢做呢？嚟緊呢個星期自然水落石出有答案啦！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多越南、美國、中國嘅經濟、投資同埋房地產嘅最新資訊呢，記住關注我周大叔，歡迎你直接揾我傾下偈嘅。記得將呢段視頻分享埋俾你身邊同樣關心中國、美國、越南經濟發展嘅朋友啦！